Hello 姐姐。 Hello，嗯，你姐好先生，太太，姐姐叫咩名啊？我名叫阿善啊，今年幾多歲呢？我今年47歲，姐姐結咗婚未？我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我有一個女，有個女。係，係。姐姐嚟香港做咗幾耐啊我喺香港做嘢14年， ？14年。喺香港係照顧小朋友啊，定係老人家？我喺香港照顧老人家，照顧老人家嘅。係，姐姐驚唔驚狗啊？我唔驚狗，你唔驚狗？姐姐可唔可以食豬肉㗎？我唔食豬肉，因為我係會狗，會㗎。咁可唔可以煮豬肉呢？我可以嘅，係。咁姐姐識唔識煮中國餸啊？食我可以煮中國餸係簡單啲，好似蒸魚、蒸雞。骨湯、就餸、就菜係咁嘅。姐姐自己可唔可以一個人去超級市場買嘢呢？可以，可以，冇問題嘅。冇問題。好，唔該晒你姐姐。唔使客氣。拜拜。